1:250嘅情景模型，但係今日個目標唔係1:250嘅高達自護號，係1:250嘅大魔，同埋頭先我度過嚟㗎啦，呢一隻3cm 應該係接近1:600嘅大魔。估唔到咧，40幾年前嘅 Bandai 嘅帽，原來都出得幾唔錯，都幾仔細。静かな呼吸設計図の中迷子になる時間削り出した夢手のひらに乗せて魔法をかける午後の光でカチリと羽ばたる奇跡の瞬間無機質なかけら命を宿す世界は今輝き出すから最高のフィナーレをこの手で作ろう色重ねて深みが増すほど想像上の景色が広がる妥協はしない1ミリの誇り君だけの物語ここから始まるああ時間が止まるこの部屋の中で終わらない旅確かなぬくもりカチリと羽ばたる奇跡の瞬間無機質なかけら命を宿す世界は今輝き出すから最高のフィナーレをこの手で作ろうラララフー今日もいい日だ回しなね咁啊，首先介紹翻大家左手邊呢一隻咧，就係1:144 HG 嘅大魔模型，右手邊呢一隻就係1:144舊模嘅大魔模型。咁因為可能年代久遠少少啦，當其時技術嘅生產模型技術所限，咁啊雖然同幅海報都係80年代嘅，但係你見到呢一個舊嘅大魔咧，無論係講緊小腿嘅裝甲個造型啦、膝頭哥啦，甚至係其他地方咧，佢都係比較粗糙，完全還原唔到海報嗰陣時嗰個 design 嘅。但係相反咧，咁啊當然啦，新嘅 HG 係近代模型啦，講緊佢基本上大部分嗰個設計咧都可以好做足 poster 嗰個海報嗰個效果。咁啊當然有少少位置可能要執一執啦，譬如呢一個腹部呢一個造型咧，可能有大啲出入。如果真係要用呢一隻大魔嚟做嗰個情景模型嘅話咧，呢度可能比較有個大啲嘅修改。不過無論幾大修改咧，都一定唔及呢一隻舊版
嘅大摩模型咁辛苦噶啦。無論係講緊個造型設計又好，甚至係個可動關節嚟講咧，都一定係新版嘅大摩優勝好多噶啦。因為始終舊版模型嗰個可動咧係接近零嘅，而且咧講緊手咧都冇呢一隻肥嘟嘟嘅造型手。咁但係成件事你問我點最尾決定用邊隻大摩嚟做呢一個情景咧，就可能取決於3樣嘢啦。嗰個頭嘅大小啦、手掌同埋講緊左腳嗰個 size 嗰個大小，會影響到我嗰個諗法啦。因為始終你見到個海報嗰個立體感好重嘅，嗰個透視效果做得好好。咁但係無奈地咧，如果要做到海報咁嘅效果嘅話咧，無論邊一隻大摩都好噶啦，都一定要做個大改，可能大改改大個頭、改大隻手、改大隻腳先做到個效果。但係既然大家都係咁改嘅啦，好明顯就係用一隻新嘅大摩嚟改會好啲啦。咁另外一件事就取決於邊隻大摩做情景模型咧，就係講緊胯下呢個位置。咁啊，如果你話胯下呢個位置嗰個闊度或者高度咧，可以擺到一隻大摩中間做個情景嘅話咧，咁啊梗係首選啦。但係奈何咧，兩隻嗰個高度比例都接近，咁啊基於呢個原因咧，可能好大機會咧就會用翻呢一隻大摩做嗰個情景啦。呢隻咧就唯有留待下一次睇下有咩地方先用得着啦。跟住揀邊一隻做情景模型中間嗰隻大摩咧，就首要就唔係諗佢啲可動啦，亦都唔係諗造型貼唔貼切海報嘅造型，反而我係擔心嗰個高度問題。因為如果太高咧，就唔可以放得落去第一隻大摩，可以成個胯下見到佢中間呢一隻大摩。但係如果太矮嘅話咧，你又放唔到第三隻大摩可以做到個透視嘅效果。咁所以真係要度一度個距離啦。未決定邊一隻大摩放喺中間位置之前咧，我覺得要先揀最後排嗰隻大摩出嚟先，因為始終都要夾翻嗰個景深嗰個透視效果先得㗎。咁你會見到呢一隻1:620，即係喺個盒1:250情景模型抽出嚟嘅小大摩咧，就的確係更加適合做第三排嘅大摩。因為朱古力蛋嘅大摩實在太大啦，咁所以第三排嘅主角一定係你啦，1:620嘅小大摩。好啦，而家決定邊一隻大摩擺喺中排嘅位置啦。咁呢一隻係食玩大摩啦，食玩大摩放落去，哇，爭太遠啦！就算有可動關節咧，我已經跪喺度擺個造型都好咧，始終都係爭太遠，所以冇辦法，唯有放棄佢。跟住1:250模型情景入邊附送嘅大摩，咁佢都跪咗喺度噶啦。個造型跪咗喺度都好，因為始終咧佢都係太大隻，仍然都唔係好啱。即管睇埋第三隻1:288嘅大摩 ，Cody 就係用呢一隻嚟做情景模型啦。咁但係咧，你放落去都好，可能係呢隻大摩嗰個腳型咧未跪喺度啦，咁所以你見到仍然都唔 OK 嘅。咁睇翻 Cody 嗰條片咧，其實就 Cody 其實好大原因點解會做到嗰個透視效果，係因為佢特登就翻個鏡頭咧嚟拍翻個效果出嚟嘅。咁如果要做到海報咁嘅效果嘅話咧，其實我就一定要可能改長呢一個大髀。另外咧就再改短後邊呢一隻大摩隻腳，或者跪喺度，咁先做到個效果。不過 anyway 啦，既然洗濕個頭，點都要繼續落去噶啦。搞咗2集，終於俾我決定到用邊3隻大摩做呢個模型情景。咁多謝大家又俾我呃多一集。我諗都冇邊個頻道砌模型，講來講去都係得個講字噶。希望下一集有少少成果俾大家睇啦，下一次見，拜拜。